日頭係學生，夜晚做聖奴。18歲英女被逼與千百人性交。呢本回憶錄就叫《門街上的惡魔》，雖然佢唔係一本驚嚇小說，不過書中嘅內容絕對駭人聽聞。呢本書嘅作者係英國威爾斯，一名叫 Annabelle 嘅苦命少女。佢由7歲起已經俾自己母親強迫加入當地一個邪教組織，仲不時睇住母親同教主巴特利性交，直至11歲就遭到巴特利性侵啊！14歲開始，情況就更加變本加厲啦，唔單止被逼與母親同其他人群交，更喺18歲嗰時因姦成孕，但係當時依然要被逼賣淫啊！佢以日頭係學生，夜晚係聖奴，形容當時嘅情況，搞到佢只係短短幾年就已經同多達1100人性交啦。Annabelle 喺個女出生之後，決心逃出地獄，而呢個邪教亦喺幾年前被搗破，教主被判無期徒刑，而 Annabelle 嘅母親就被判12年監禁啊！